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6章。利未有3个囝，吉顺、哥哈甲米拉利。哥哈有4个囝，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瑟。暗兰有2个囝，阿伦甲摩西，一个查某囝米利安。阿伦有4个囝，那答、阿比户、伊利阿撒甲伊塔玛。伊利阿撒生菲尼哈，菲尼哈生阿比斯，阿比斯生布基，布基生乌西，乌西生谢拉希雅，谢拉希雅生米拉约，米拉约生阿玛尼雅，阿玛尼雅生阿希顿，阿希顿生撒督，撒督生阿希玛斯，阿希玛斯生阿撒利雅，阿撒利雅生约翰兰，约翰兰生阿撒利雅。这个阿撒利雅伫所罗门所起耶路撒冷的圣殿担任祭司。阿撒利雅生阿玛利雅，阿玛利雅生阿希顿，阿希顿生撒督，撒督生沙龙，沙龙生希勒家，希勒家生阿撒利雅，阿撒利雅生西莱雅，西莱雅生约萨达。上主用尼布甲尼撒的手掠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的时，这个约萨达嘛互伊掠去。利未有3个囝，吉顺、哥哈甲米拉利。吉顺的囝叫做尼尼甲示每，哥哈的囝是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甲乌瑟。米拉利的囝是末利甲摩西，这个是利未人各宗族的家谱。吉顺的后代，吉顺生利尼，利尼生雅哈，雅哈生辛玛，辛玛生约阿，约阿生益多，益多生谢拉，谢拉生亚丁奈。哥哈的后代，哥哈生阿米那达，阿米那达生科拉，科拉生阿瑟，阿瑟生伊利加那，伊利加那生伊比拿撒，伊比拿撒生阿瑟，阿瑟生他哈，他哈生俄列，俄列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瑟罗。伊利加那有2个囝，阿玛塞甲阿希摩。阿希摩生伊利加那，伊利加那生索菲，索菲生那哈，那哈生伊利亚，伊利亚生亚罗汉，亚罗汉生伊利加那，伊利加那生撒母尼，撒母尼有2个囝，大囝约尼，第2囝阿比雅。米拉利的后代，米拉利生末利，末利生利尼，利尼生示每，示每生乌撒，乌撒生示米亚，示米亚生哈基雅，哈基雅生阿撒雅。约柜安置好势了后，大必派人伫上主的厝负责献诗的工作。因伫会幕的头前
轮班担任唱歌的侍奉，一直到所罗门伫耶路撒冷起造上主的圣殿。负责献诗的人，甲因的子孙记伫下面。哥哈的子孙中有献诗的希曼，希曼是约尼的囝，约尼是撒母尼的囝，撒母尼是伊利加纳的囝，伊利加纳是亚罗汉的囝，亚罗汉是伊利亚的囝，伊利亚是德阿的囝，德阿是苏弗的囝，苏弗是伊利加纳的囝，伊利加纳是马哈的囝，马哈是阿玛塞的囝，阿玛塞是伊利加纳的囝，伊利加纳是约尼的囝，约尼是阿撒利亚的囝，阿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囝，西番雅是他哈的囝，他哈是阿叔的囝，阿叔是伊比阿撒的囝，伊比阿撒是科拉的囝，科拉是伊苏哈的囝，伊苏哈是哥哈的囝，哥哈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雅各的囝。希曼的亲情阿撒伫希曼的正边侍奉，阿撒是比利加的囝，比利加是示米亚的囝，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囝，米迦勒是巴西雅的囝，巴西雅是马基雅的囝，马基雅是伊德尼的囝，伊德尼是舍拉的囝，舍拉是阿代雅的囝，阿代雅是伊探的囝，伊探是辛玛的囝，辛玛是苏美的囝，苏美是雅哈的囝，雅哈是吉顺的囝，吉顺是利未的囝。伫倒边侍奉的是因的兄弟米拉利的子孙，有基士的囝以探，基士是阿必底的囝，阿必底是马洛的囝，马洛是哈沙比亚的囝，哈沙比亚是阿玛谢的囝，阿玛谢是希勒家的囝，希勒家是暗西的囝，暗西是巴尼的囝，巴尼是沙密的囝，沙密是莫利的囝，莫利是摩西的囝，摩西是米拉利的囝，米拉利是利未的囝。因的兄弟利未人嘛受派做上帝的厝会幕所有的职务。阿伦甲伊的后代伫祭坛献烧化祭，伫香坛烧香，做至圣者所有的工作，照上帝的仆人摩西的吩咐，替以色列人赎罪。阿伦的子孙记伫下面，伊的囝是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的囝是菲尼哈，菲尼哈的囝是阿比斯。阿比斯的囝是布基，布基的囝是乌西，乌西的囝是谢拉希雅，谢拉希雅的囝是米拉约，米拉约的囝是阿玛利亚，阿玛利亚的囝是阿希督，阿希督的囝是撒督，撒督的囝是阿希玛斯。阿伦的后代徛起的地区记伫下面，各宗族抽签分着第一份，就是犹大地希伯伦甲周围的草埔。毋过属希伯伦的田园甲庄舍，拢分予亚夫尼的囝迦勒。
阿伦的后代阁分着比兰城、希伯伦以及lib那甲伊的草埔、雅提尼、以实提木甲伊的草埔、希伦甲伊的草埔、底撇甲伊的草埔、阿山甲伊的草埔、别示马甲伊的草埔。佮对便雅悯支族的地区分着加巴甲伊的草埔、亚拉灭甲伊的草埔、阿拉顿甲伊的草埔。这种族得到的城有13个。佮种族其他的家族抽签分着马西半支族地区的10个城。吉顺种族这个家族对以撒加、阿瑟、拿弗他利3个支族，甲伫巴珊的马西支族分着13个城。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种族抽签对路边、加德、西布伦3个支族得到12个城。以色列人将这个城甲周围的草埔分互利未人。以色列人抽签对犹大西面便雅悯3个支族中，将以上讲到的城分互利未人。各种族中有个家族分着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城，就是以法莲山区的比兰城事件，甲伊的草埔以及基色甲伊的草埔。约面甲伊的草埔，别何伦甲伊的草埔，阿雅伦甲伊的草埔，加德林文甲伊的草埔。各种族其他的家族对马西半支族得到阿乃甲伊的草埔，巴兰甲伊的草埔。吉顺的后代分着马西半支族伫巴珊的戈兰甲伊的草埔，阿斯塔略甲伊的草埔。对以撒加支族分着基地斯甲伊的草埔，大比拉甲伊的草埔，拿末甲伊的草埔，阿莲甲伊的草埔。对阿瑟支族分着玛莎甲伊的草埔，阿必顿甲伊的草埔，何甲甲伊的草埔，利合甲伊的草埔。对拿弗他利支族分着加利利的基地斯甲伊的草埔，哈文甲伊的草埔，基列丁甲伊的草埔。米拉利的后代对西布伦支族分着林摩纳甲伊的草埔，塔卜甲伊的草埔。搁伫瓦郡耶利哥的约旦河东边，对路边支族分着旷野的比色甲伊的草埔，雅杂甲伊的草埔，基底木甲伊的草埔，米法亚甲伊的草埔。搁对加德支族分着基列的拿末甲伊的草埔，马哈念甲伊的草埔，希实本甲伊的草埔，雅舍甲伊的草埔。